是我的家屬吧。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倒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我怎不刪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千里之外，靈氣還是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簡單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醫好來煩住你。若覺得長者這樣家住很離奇，而我自私更細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品村遇難，而研究你苦痛已算合些浪漫。甜蜜那陣時，滾瓜日子中講到代淚眼，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簡單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醫好來享伴你。若覺得長者這樣家住很離奇，是我自私更細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被你念記，這是淡淡微微。就算在生已被嫌棄，都想借遺言說好想你，可惜最尾未夠運氣一起。有沒有一絲？若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走遍陌路人，常有幻想是大忌。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，就算死已別再騷擾你。若覺得這我錯記真的很頑皮，在告別時給我對你奔信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OK， 就紧急联络人。